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6章，上主阁命令摩西颁布以下这个条例：若人犯罪得罪上主，无论伫同胞寄物件，还是抵押物件的事无守信用，还是抢人的财物，还是欺压同胞，还是捡到物件骗人，搁咒詛讲是伊的，人若有做任何一项这个事，伊就有罪。伊既然犯着顶面这个罪，就得将所抢的、欺压得到的、人寄互伊的、捡到的、白贼咒詛得到的，全部还人。另外，各加5分之一，伫互人查出伊有过失的日，就还原来的主人。伊嘛着对羊群中取一只无下厨的绵羊犅，还是照圣所的公称，估价羊的价值，交互祭司做赔罪祭献互上主。祭司着伫上主的面前替伊赎罪，伊所做任何一项过失，拢会得到赦免。烧化祭的条例，上主阁命令摩西吩咐阿伦甲伊的子孙颁布烧化祭的条例。烧化祭着伫祭坛顶烧，毋通互坛顶的火化去，着规暝烧到天光。祭司着穿幼麻布的衫甲裤，将祭坛烧化祭的火釜收起来，下伫坛边，后来着换衫，将火釜带出去营外，倒伫礼仪上清气的所在。坛顶的火着不时复倒，毋通化去。祭司着逐早起伫坛顶添茶，佮将烧化祭摆伫跌倒的坛顶面，嘛伫迄顶面烧平安祭的油。坛顶的火着不时复倒，毋通化去。素祭的条例，下面是素祭的条例。阿伦的子孙着将素祭摕来祭坛前献互上主，伊着对素祭抹一大杯幼米粉，摕一寡油甲所有的乳香下伫祭坛顶烧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做芳芳的祭物献互上主。阿伦甲伊的子孙着食献春的素祭，毋通掺咖食，搁着伫圣的所在，就是会幕的坛食。烘饼毋通掺咖。素祭用火烧奉献留落来的祭物，我想赐予祭司甲赎罪祭、赔罪祭同款是至圣。这个用火烧献予上主留落来的物件，阿伦的后代所有的查甫子孙拢通食，这是因世世代代应得的份业。所有接触到这个物件的，拢要诚做圣。上主命令摩西，伫阿伦甲伊的子孙受抹油设立做祭司的时，着照逐日得献的素祭，奉献1公斤的幼米粉予上主。早起时一半，下昏时一半。幼米粉着伫煎盘炒油，炒好焦，摕去烘，分做一块一块，献予上主做芳芳的素祭。阿伦的子孙煞接伊受抹油设立做大祭司的，着献这个祭，全部用火烧献予上主，这是永远的规例。祭司奉献的素祭，着全部烧，袂用得食。赎罪祭的条例，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吩咐阿伦甲伊的子孙颁布赎罪祭的条例。着伫上主的面前，伫祭坛的北边，抬烧化祭精生的所在，抬赎罪祭的精生，这是至圣的祭物。献赎罪祭的祭司，着伫圣的所在，就是伫会幕的埕食祭物。所有接触到这个祭物的，拢诚做圣。若有啥滴着精生的血，着伫会幕内洗。若用粗肥煮祭物，煮了就加降破；若用铜的器具煮了这个器具就滤过，搁用水洗过。
这是家属的查甫人拢通食祭物，这是至圣的物。毋过赎罪祭的血，若带入会幕的圣所做赎罪的路用，遐个祭物毋通食，着用火烧。